柳姑娘何必揣着明白装糊涂呢？本王此来只为一件事：袁巨情究竟是谁？莫名其妙。本宫原先计划不过是利用穆小溪，让你名声败坏，难以领兵。但如今你既已知本宫身份，那就别怪本宫对你不客气。都进来吧。来人啊！公主殿下要等的人，怕是等不到了。不过这茶的味道确实挺特殊的。相比之下，你这下药的功夫比某人差远了。赵铁，属下在。王爷，您交代的任务，属下完成了。按照原剧情走，这捉奸的桥段就是发生在水榭阁。没想到啊，兜兜转转，剧情还是没变嘛。等我捉奸不得拿出捉奸的气势来呀！光天化日，朗朗乾坤，你们这对狗男女给我出来！怎么大家都跪着呀？完了，全完了！本来要使用美人计的，这下怎么变成苦肉计了？北庆公主被抓，她后面还有戏份的呢。这下剧情全变了，我该怎么办啊？不行，这里边肯定有问题，我自己查。可以说了吗？妾身败于殿下之手，心服口服。殿下是堂堂君子，难道忍心对我一个弱女子为难吗？两军交战，不分性别，只分敌我。本王今日若是对你有一分同情，便是对我大圣将士的10分背叛。你认为，本王会如何选？本宫乃北庆公主，按照外交礼节，也不该被如此对待。我北庆使团必要头举面圣，到时候看你如何交代。此番进京的名册，并没有你上官如玉的名字。既然没有你的名字，本王不过是抓了一个嫌犯，又何必对外人解释？我密迭斯在京之人已被你一网打尽，本宫计划也被你识破，你到底还想在我身上得到什么？明知故问。我真的不知道什么原剧情，我不知道。王爷，我来试试。哎呀，公主，你看，你身为千金之躯，你要遭这罪，您就招了吧。根本就没有这个人，我怎么招？你算什么人？本宫面前有你说话的份儿吗？给我跪下！那我要真跪的话，你可得真招啊！哎，招吧！滚！
看什么看？再看本宫把你眼珠子挖出来喂狗吃！快滚！泼妇，滚！王爷，想不到这北庆公主，她虽是女子，她性格却如此刚烈。她宁死也不肯说出袁巨情的线索。她越是如此，越能说明此人身份之重要，连她这公主都要替其隐瞒。只可惜本王的能力对旁人无效，无法探知她的心声。那，要不，还是再找王妃试试？只能如此了。袁巨情，这名字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人。等一下，这怎么感觉听着有点耳熟呢？袁巨情，袁巨情，袁巨情。等一下，袁巨情，来尝尝这个。哦，这个也好吃。都尝尝啊！嘿，来，王妃特意准备饭菜，辛苦了。哎，我不辛苦，王爷才辛苦啊！王爷每天都要忙于政务，太辛苦了。不是你，我都不知道那柳姑娘竟然是北庆的奸细。王爷，你真是太厉害了！你怎么查到的？怎么查出来的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，其实她也是受人指使。不过你放心。无论这个人是谁，本王都会把他揪出来的。啊？他还受人指使啊？不对呀，这一段不是只有上官如玉一个人吗？他还能受谁指使啊？希儿，你有什么要告诉本王的？哦，没有没有。不过王爷。你最近有没有听过什么奇怪的词汇？比如“袁”什么？没有。没有？真没有。哦，没有，没有。希儿对这个袁什么的很感兴趣。没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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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有。我对他感兴趣什么呀？吃饭，吃饭，吃饭，吃饭。想清楚了没有？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招还是不招？我早说了，我根本不认识什么袁巨情。你干什么？你干什么？2个时辰之后没有解药，这个世界上就再也没有上官如玉这个人了。公主，您就当是为了解药，就赶紧招吧。说不说？啊！我说
我说，袁巨晴吗？我知道，他是我们北清密蝶司的人。果真如此，那他到底是用什么办法，让穆小西替你们北庆做事的？穆小西替我们北庆做事？还装？哦，对，是有此事。可这穆小西吧，她喜好男色，袁巨晴呢，就是以此入手，让他心甘情愿为他所用。你们也都知道的，这男女之事吧，只要喜欢上了，为了情郎，自然是什么都愿意做了。胡说八道！你以为本王会相信吗？千真万确，这袁巨晴她可是面如冠玉，风度翩翩，一表人才。大姨妈是何人？大姨妈是他俩之间的媒人。海地牢又是什么地方？是他俩私下会见之所。济公宝是什么东西？定情信物。胸罩呢？胸罩，这个，殿下，我真的不知道，你就放过我吧。不必再说，已经够了。哎，晴川，就这样走了，晴川。我的解药呢？解药？嘿嘿嘿，那就是一碗水。你这个混蛋！希尔对这个圆什么的很感兴趣。没有。可这穆小西吧，她喜好男色，你们也都知道的。这男女之事吧，只要喜欢上了，为了情郎，自然是什么都愿意做的了。没道理呀！他上哪知道的袁巨晴呢？难道说是我说漏嘴了？也不对呀，会不会是我想多了？他说的那个袁巨晴，其实不是我说的那个袁巨晴。不行，我还是得去问清楚。秦川，你干嘛呢？你拿。一个人喝这么多？你来了。我来问你点事儿。怎么，忍不住要关心那上官如玉了吗？还是担心他供出身后之人？身后之人？什么身后之人？还想隐瞒？本王就知道。他生得好看吗？谁呀？想来生的也是极好的，要不然怎么值得你穆小西付出那么多？啊？别装了，本王都已经全部知道了。什么约会之所，什么定情信物，还有那个大姨妈做媒，这都什么跟什么呀？难怪当初约法三章你答应的那么干脆。看来啊，你一早就打算为他守身如玉了。你害怕他吃醋是吧？怕谁吃醋了？你真的喝多了，我一句都没听懂。听不懂？好，
本王说的是，你穆小溪坐龙望蜀，水性杨花，你吃着碗里的，干着锅里的。你什么意思呀？谁水性杨花了？你别以为你今天喝多就可以随便说话，你以为你谁啊？我是谁？我是谁？你说我是谁？啊？本王是你的夫君。那不算，你就是个挂名的。你终于说出你的心里话了。从今天开始，本王就和你尽破拆分，一刀两断。行，是文化人，就听你的，断就断，断就断。瑞王殿下，功夫了得呀！他们是冲我来的，走。那你怎么办？不想死的话，赶紧把我们公主给放了。有本事就冲我来，走。瑞王挺不识趣，给我上！快走！这北境刺客是冲秦川来的，我留下只会拖累他。秦川是小说主角，虽然倒霉了点，但肯定死不了。等会儿，现在剧情不都改了吗？万一……让开！来人了，快走，快跑！王爷，秦川，一个不留。是，快追，追！没事吧？这都出血了还没事啊？我没事，你怎么样？我没事，你逞什么能啊你？摇曳的烛光诉说夜的心事，思念你的我此时用仰望来代替，飞舞的落叶藏着怎么一直不说话啊？不祥的希冀，衡量着我为你看我这样包行吗？还疼不疼啊？我一点小伤而已。哎，别动！也不是说本王只是挂名的吗？那为何又冒着生命危险回来救本王？那一码归一码，我摘星人后见义勇为不行？到现在，你还不肯承认你喜欢本王？谁喜欢你了？我……对不起啊，我是不是把你弄疼了？叫你乱说话。宫内诗会是谁冒死相活？洞房花烛又是谁主动献吻？那不算，你还趁我喝醉的时候偷亲我。
那本王偷亲你的时候，你分明在装睡，却为何毫不抗拒？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。看着我，看着我。心底上的藏尸，但双眼无法瞒人。如今我秦川依然满眼是你。你穆小溪对我究竟是何意？我也不。过去种种，我们都不要再计较了。从今天起，你我便是真正的夫妻，可好？穆小溪，任务触发，下一任务刺杀晴川。什么？